兄弟大家平安。咱的聚会开始，咱先来串联今日要吟的诗歌。新信诗18首，我心阿老上帝。咱首第1节。我心阿老上帝，主耶稣我的这首咱有真熟吼，来第2首是441首，上帝信心引带保护。我来赶快首第1节吼。咱个位先做来。咱开始今日敬拜，咱线上的兄弟姊妹甲咱伫咱会堂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上帝真是好，守住伊的救，守住咱的救主耶稣基督，咱同齐起立，认识阿老美了主耶稣。
哈利路亚，多谢你，各位父老，主耶稣。来主，你的恩典满满，你创造世间的万物，山谷、溪里的水，野地、树枝的花，我为着你所创造的一切，愿献上感谢。
我要用心情来唱歌，吟诗，学落你的大作为，主啊，你的灵敏是极大无比。愿感谢你，我们学落你无煞。愿感谢你，主耶稣。这一届咱来少年上帝恩典的时，佮吟这首诗歌的时，咱有当佮较深来领受上帝就伫咱的内面。为了说我跟你的知，你就要的心里的魂。用美丽为本，万般家里的亚瑟，你的地的为地，你就是天经的相信而伴，万般家里主亚当。当下进化。万般家里主亚当。咱请坐，咱搁一摆安静伫主的面前，来领受圣灵的同在。在你的脚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天来准备等待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心灵了，在你主里了，都新的病。在你的脚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天来准备等待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心里了，生命主你来更新的地，生命的将来，将来永远在这地。在你的脚步前行，我们不要了，不要永远在一起。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一起。生命的将来，我们永远在这里。在你的脚步前行。我们不要了，不要永远在一起。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一起。在你的脚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天要准备等待领受，
在你的在场，我们走的是了，在你这里了，我心的痛，在你的在的，只要人的在这里。想你的舍不得走，三万个长夜，不能有在一起。我的爱人，我的爱人，在你的长夜，只有我在这里。主你有讲，既然要去打的人来求阮你就要互阮水啉。主啊，阮搁一摆较无来到你的面前，阮谦卑来听候你圣性的同在。主啊，当你甲阮同在时，阮满足的喜乐。求主你的灵，即时大大充满伫你的圣殿。大大充满伫你的讲台，大大充满伫阮兄弟姊妹的心内。主啊，你的恩典何等慈爱，何等奇妙，阮要感谢你。阮搁一摆无惊风雨，来到主你的面前，就是要甲主你相亲近，要来敬拜你。我们来学罗你，主愿你今日的话，透过阮牧师的嘴，搁一摆，互阮得到激励，互阮搁一摆人生得到快乐。主啊，阮知你的恩典教育阮用，阮点点听候你的同在，阮听候你的听。搁一摆临到阮的心中，阮献上感谢，来祈祷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
恁着学了耶和华，着伫上帝圣所学了伊，着伫伊宽容的中枪学了伊，着因为伊大宽容的行罪学了伊，照伊美妙的权大学了伊。各位兄弟平安。咱天开圣诗第18首，我心学了上帝。咱来吟诗，请起立。我心学了上帝，主怜愿我的悲，天地万物三大理想，学了伊大尊名。就我常追踪，用上帝观察，天地大宽容严格，你来公义交传。我心了上帝，世间人的悲。空中归教明是真相，落了一大尊名。日子超过7岁，我会过几个岁。烈风袭来，凉风吹来，风雨大林来。我心了上帝，你的光对世界，虽然还在江西中，风雨温大的心，天高云高的笑，那春天的解忧。你的高贵下最低的，天上最给上帝。谢谢。咱同心来祈祷哦。亲爱主耶稣，阮感谢你，在疫情的中间，你保守阮。会当来教会做礼拜，愿信心赶走这病毒，配合阮正常的生活。阮明年是泸州教会建堂150周年，愿信心，互阮引带阮泸州教会有意向，引带阮未来的方向，为主来传福音。也使我阮牧师、长职、会友有合一的心，共同为泸州教会打拼。调牧师所讲上帝的话语，放在大家心中，遵喊上帝的旨意来行。阮来感谢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就是我平安，阿门。咱来启用哦，迄个信息后壁100687，1067，启文38，传道书第3章。现开我来启恁来用。天的万项事拢有伊的期，生有时，灾情有时，哭有时，哀伤有时，同房有时，
亲的有时，憔悴有时，保存有时，跳有时，静静有时，听有时，见证有时。我知上帝所做的一切拢会留到永远。第声，上帝安尼做是要互人伫伊的面前心随敬畏。下面咱请信歌队来献诗，信歌队要献的诗是上帝之爱何等美妙。信歌队用足水的诗歌来学到上帝啊！咱即马来献开圣经，圣经的后壁新约125页哦，约翰福音第15章第50到11节哦，我强读。我就是葡萄树，恁就是枝，点伫我，也我点伫伊。就结果子侪侪，因为甲我相离，恁就袂做啥物。人若无点伫我，就受气杀，伫外口，伫外面，亲像枝孤单，绝孤单。人捡伊迄落火就烧去。恁若点伫我，我的话点伫恁，凡若所爱的，恁就求，就要甲恁成。恁结果子侪侪，比安尼我的爸得到荣光。也恁要成做我的学生，我有听恁，亲像爸有听我，恁就点伫我的听。恁若守我的诫命，就要点伫我的听，亲像我有守我的爸的诫命，
点伫伊的疼。我已经用这个甲恁讲，要互我的欢喜点伫恁，也互恁的欢喜满满。以上。咱来坐念，请起立。第一届，我以我力头拜上帝。第二屆，唔当着家己的条件互相，第三届，唔当人算只了我力上帝话。第四届，就以了你手里做事，第五届，不要忘记了你的劳苦，第六届，唔当来写，第七届，唔当命家己，第八届，唔当交底，第九届，唔当做底单前行来的厝边，第十届，唔当担心。请坐。咱要来请陈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圣灵的同在。各位兄弟姊妹，爱去线上兄弟大家平安。咱气象局有发布路上甲海上的风台的警报，所以咱鼓励兄弟姊妹若无法度来到实体礼拜，咱尽量伫线上做伙来敬拜上帝，来守主的圣日。礼拜是非常的重要。对基督徒来讲，咱的主日。是咱来朝见上帝的面，所以守主的圣日是非常非常的要紧。嘛，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咱伫7日的头一日来到主的面前，咱来做伙来反省过去一礼拜，咱是毋是有得罪着人？也是咱咧展望伫明仔载新的一日的工作，咱是毋是？当有主的开力、主的恩典，甲咱同在，亲像今日的主题圣神的同在，圣灵的同在。约翰福音用葡萄树甲葡萄来讲主甲咱的关系，所以咱爱常常伫葡萄树这张树的内面，咱才会当成做一个吸收养分、吸收养分、吸收营养分。会记，约翰福音用安尼来做一个譬喻的时，咱来看一张葡萄树，伊除了结葡萄以外，伊其他无啥物作用。伊的叶仔嘛袂当来食，伊的树干伊的树枝嘛无法度做啥物路用，甚至伊的枝是软的，是甜糖类的。其实葡萄是爬藤类的。所以咱家讲是葡萄树，是因为咱有用支撑用铁架甲伊顶起来，所以才会当生了足直。然后有迄个棚架，有迄搭迄个边啊。种葡萄的人一定爱有搭边啊，才会当收成好的葡萄。无伊会伫伊的选定，葡萄就会伫土骹成长。葡萄的花就是遮尔细蕊，但是伊是一趴一整串的。所以咱来讲，咱咧食葡萄，买葡萄一定是买规皮的一趴的葡萄。咱无可能讲你买5粒葡萄，水果商嘛袂安尼卖你我要10粒葡萄，咱一定是一皮一皮也是称斤的。所以葡萄的花第一真少，咱毋是要看伊的花，伊的花袂亲像百合花遮尔大蕊，也是亲像咱即马咱。台前这盆花有野姜花遮尔水伊的花真少但是是一罐一串的，但是伊的藤伊的树丛嘛无适合来做建材，是做啥物路用？葡萄的叶树根拢无法度做其他的路用，唯一有用途的是啥物？葡萄来食，互人食。葡萄的产量
葡萄即个咧做其他诶加工，葡萄干，甚至葡萄醋、葡萄酒，所以葡萄用途是一张葡萄树伊上界最后诶目的。所以当约翰福音安尼甲咱讲诶是，咱来正做即个葡萄树枝甲葡萄树连做伙。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对今仔日经节，咱来想两件诶代志。第一件讲，我诶位置伫倒？即个位置就是你诶本分、你诶职分，然后你要甲啥物人做伙？葡萄树枝只有甲葡萄树连做伙，伊才会当结葡萄。伊若甲山仔诶树连做伙，这是无下即个自然科学。所以咱来想看觅讲，咱诶位置伫倒位？咱是毋是连伫树枝顶面？所以即两个问题，咱来想讲，这结果最后会影响咱诶人生。如果若有圣神诶同在，你嘛要徛伫对的位置，站在对的位置，才能够接收到圣灵。你若无踮伫耶稣诶内面，你要安得到圣神诶帮助甲引带？咱若毋捌圣经诶道理，你要安得到圣神甲咱启示？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你的位置伫倒位？你的位置在哪里？今日你的位置伫教会内面，安尼你就是伫教会泸州教会这个大家庭内面的一份子。你今日伫主日，你要来教会，你伫外面，你伫外面，安尼上帝敢会毋知？上帝嘛会知。咱知影讲吼，即马每一日。阿强拢派无人机来你的防空识别区来洗，甲收一张图，甲大家做伙分享。佮一台是咱的无人机F16，迄台是阿强的。为什么爱安尼飞？为什么安尼飞？政论节目讲，这个只要一开枪，那一台飞机就没有命了。所以这个就是战斗位置。位置要飞得对的，它不能飞在它前面，也不能飞在它的下面，因为它会被它干掉。它一定要飞在它的上面、后面的上面。这个叫做飞机也要飞在对的位置里面。所以咱的位置真重要。最后所讲讲，伊的话常常伫咱的内面，意思讲伊反反复复的存在伫咱的心内，因为耶稣住伫咱的内面。所以主的话若真做咱的帮助，就是真做咱的生活的准则，真做咱生活的帮助，真做咱思想的引带，真做咱行为的动机，真做咱若要做啥物代志的时阵，主的话来启示来帮助咱。所以愿恁所愿意的，祈求就甲恁成就。所以主甲咱讲，愿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意思是讲，咱要主动去讨、去求，然后要有专一的祈祷。这愿意的意思就是咱有这意愿，有这主动。这祈求就是咱专一求上帝，只有求上帝。所以这意思讲，咱若无主动、无到一直、无专一的祈祷，安尼无法度得到主的帮助。所以主相信有人是愿意甲主动，这是符合上帝符合神的旨意。所以当信徒咱住伫主的内面一段时间到一个地步，主的话就成做咱的帮助。那亲像咱唱歌，你唱10遍、20遍，到你记掉，这个歌不时就会出来，成做你生命一种帮助。那亲像讲较简单，就是你住伫国外，你袂晓英语，袂晓日语，但是你住伫日本、住伫美国1年、2年、3年，你住愈久，自然而然的，你会晓听，甚至你会晓讲，甚至你知影讲你会晓讲英语、日语，你住5年、10年，你住愈久，你愈会晓。所以这话就是讲，上帝话若住伫咱的内面，踮伫咱的心内，偌久就成做咱生命的一部分。就变成讲，上帝嘛知影咱的意思，咱嘛知影上帝的意思。
上帝所愿意的，嘛是咱所愿意的；咱所愿意的，嘛是上帝所愿意的。所以会根据咱的心内所明白发出来的祈求，主的帮助，的符合上帝的旨意。所以咱要专一祈求，专一的祈求，神就赐给我们，来成就我们。今天有2个重点，就是说，我们要知道上帝所要的，也要知道上帝所不要的。我们所愿意的，也是上帝所愿意的。这个是上帝的旨意，跟咱三个同在，咱有符合着上帝的意思来行无？所以咱的位置真重要，咱的性命爱伫耶稣的内面，耶稣就踮伫咱的性命的内面。今日的位置伫对，咱每一个人拢有你适合的位置。圣歌队有队长，圣歌队有同工，每一个团契有会长，有干部，搁较侪是啥？成员成员。所以你有一个你家己的位置，厝里嘛是有你家己的位置。有人是做阿公阿嬷，有人做老爸老母，有人做囝儿媳妇，有人是兄弟姊妹。伫工作顶面嘛有你的位置，有人是主管，有人是主管，有人是操作员、作业员，有人就是迄个上界基层的。兄弟姊妹嘛是共款，无论你伫教会任何一个所在，也是你伫倒，你有你伫教会的位置。有人做长老，有人做执事，有的是牧师。所以圣经嘛，目讲讲有传道理的，有教导理的，有传福音的，有遮的执事，有遮的长老，有遮的会长，有安那较侪是真侪信徒。信徒无重要吗？信徒嘛非常的重要。每一个基督徒嘛有你真特别的位置，所以每一个位置拢有伊的作用。所以咱要负起咱家己的本分职分，较早有一条流行歌，叫做《年轻的喝彩》，高明俊唱的，这较早是军校军校的招生的歌，要招生的歌。伊讲一条歌一个歌是讲来吧，年轻的你，投向生命的坐标。年轻的你投向生命的坐标，生命的坐标也是一个位置，生命的坐标也是一个位置，它就吸引年轻人投入军旅。加入部队报效国家，每一个人嘛是同款。咱这教会内面嘛有你的位置，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当初代教会开始兴起的时，因为迄阵有管理有办理教会有办理食食来帮助一寡弱势人，所以就一寡寡妇弱势家庭来到教会内面，就伫遐咧分这。每一日要食的物件，发现着讲，这讲希腊话的犹太人，甲讲犹太话的这希伯来语的犹太人我煞起冤家，为什么？这讲希腊话寡妇讲，我哪会分啊遮少？讲希伯来话的寡妇，较会分较侪，是毋是？恁这办理食物的人无公平？那亲像一间教会，有讲客语的，有讲客家话的，也有讲这个台语的、闽南话的，也有讲原住民话的。发现说3个族群所分到的东西不一样，所以初代教会底下发生争端，就叫这使徒来处理。使徒讲阮放下阮的工作来处理食食无合意，安尼要安怎？是毋是恁经一寡人会当来管理？要安怎分这个粮食，分这个食食？所以就讲出7个好的名声，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有充足智慧的人，有性情充满，然后有好的名声，以及有智慧的人来管理食食。这7个就是初代教会第一批的职事，初代教会职事。所以职事就是管理教会。然后使徒讲一句话。安尼，阮才会当专心转去传道理、祈祷、做遮的工作。所以，当使徒搁转去伊家己的位置，伊就当专心做伊的任务甲工作。然后，就有人7个职事，新的职事兴起来，成做教会管理食食，管理教会遮事务的代志的人，就是职事，然后有使徒。
这是初代教会。所以伫使徒行传第6章第70讲，上帝道理兴旺，伫耶路撒冷的信徒日日加添，嘛有祭司来听道，诚做信徒。所以各位兄姊妹，当咱扮演家己的位置的角色，咱嘛要有家己负担的职务，安尼你的能力才会当得到发挥。所以各位兄姊妹，愿上帝帮助咱，互咱知影咱家己的位置，安尼圣神就会甲咱同在做工。耶稣嘛知影家己的位置伫倒。你会记得耶稣12岁去到耶路撒冷，参加搬过节的庆典。当四散的时，约瑟甲玛利亚找无着耶稣，找一日，等去到耶路撒冷，他找着耶稣。耶稣讲：为什么要找我？敢毋知影我爱以我的爸的代志做要紧吗？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耶稣知影讲伊爱伫圣殿内面，所以位置不是那个位置毋是你坐伫遐位置不是那个位置，还有我们的态度，咱的态度嘛是真重要。愿上帝帮助咱，咱这几日也有参加中会训练，中一个训练，为什么爱办这个训练？毋是咱原本就会晓，是咱来透过学习来，互咱的职务去得到更加大的发挥。所以咱教会应该要有一寡的训练，敬拜俄勒嘛要有训练，敢毋是？无咧变成讲我成为我自己的 style， 那这样不是。要是透过教导，要有教导，要有训练，要有学习。牧师嘛要训练，每一年中会嘛拢爱办牧师传道书的训练。所以昨甲今仔日下午再去五股教会参加中会办的21世纪传福音甲这传福音的事工甲现代教会的这种的训练。因为世间的变化非常的紧，特别即马是后疫情的时代，咱看除了病毒会变以外，世间的局势嘛会变。当时要安怎？会发生什么代志？这个社会的变化真紧，所以愿上帝帮助咱，透过主的话来，互咱知影讲圣神同在。你若是伫位置顶面的人，你不是坐在那个位置，而是要在你的职分里面去付出。所以耶稣讲，人若无踮伫我，就受气杀，亲像迄伫外面高大的树枝，然后落火互伊烧。人若不藏在我里面，那个枝子就丢在外面，就像烧柴火的木材一样。古早时代，无像咱即马有驾驶，真方便，也是讲有电器，要洗一个身躯非常方便。较早是爱抾茶，抾茶当然爱兄水，所以较早迄若水流茶拢无通伫遐，早就用抾伊兄烧水它落底下像漂流木根本就没有。那现在为什么漂流木就那么多？为什么？因为咱无需要用迄来烘茶。所以高大的树枝迄伫外面，是因为伊无法度阁继续生存伫即张树的顶面，已经打去啊，伊无法度吸收养分啊，伊没有养分的供给，它就枯干了。你是一个枯干的树枝嘛？回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那是高大的树枝，愿上帝帮助咱，重新搁互咱养分。高大的树枝是有可能你离开耶稣、离开教会、离开真理、离开智慧的基督徒。愿上帝帮助咱，人捡起来，迄伫火烧。耶稣讲，这若离开树枝的，就是高大的树枝，伊的作用就是变成香烧水尔，香茶尔。听了就安怎？这树枝就无去啊，就化为乌尽了，就跟烤肉一样，那些木炭一样。烤完肉之后怎样？中秋节不是要到了吗？心里面想着要烤肉了所以愿上帝帮助咱，
这手机高达去，就哪亲像要起火、要燃火的柴，最后无作用，最后变成世界的灰烬。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信徒袂当甲主，这个管道袂当断去。咱内面也欠过生命的，主的生命的运行、滋润流通，耶稣的这生命无法度供应咱的时阵，咱的生命灵命就会高大。灵命高大的基督徒，伫主的手中，主甲咱讲无作用，只有做伙小小的最后伊就是发光发热，然后就没有了。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咱若无常常伫主的内面，就亲像这个高大的树枝，就亲像这个高大的树枝。第二，咱甲什么人做伙？所以第15章第7节讲：恁若踮伫我，我的话就踮伫恁。凡若所爱的，恁得求，就要互恁成；恁若所求的，就要互恁来成来成就。各位兄弟姊妹，有一个重点，就是咱伫咱的位置，咱甲什么人做伙？咱有甲上帝做伙无？咱有甲耶稣做伙无？你看你边仔兄弟姊妹是什么人？对，愿上帝帮助咱，因为恁差不多坐迄个位置，因为我大概看拢差不多。所以你逐摆摆坐伫遐，你敢知你隔壁是什么人？所以愿主帮助咱，主踮伫咱的内面，咱就袂欠亏，因为主伫咱的内面。所以主的话丰丰富富，互咱诚做咱的帮助，诚做咱的生活的帮助。所以咱若愿意去求的主，就甲咱成就。那亲像你主，咱若住伫一个所在，住愈久，你就哪融入迄个所在。愿上帝施恩互咱，咱是葡萄，主是葡萄树，咱是枝，常常伫我内面，我嘛常常伫伊内面。这个人就法度结果子，若离开我，就袂会做什么。这嘛是主甲咱所交托的，咱若无甲主连结，咱无法度结果子。基督徒的咱是要结出果子，结出果实，结出果子，所以咱爱常常甲主做伙。圣经有几个故事，甲咱讲，咱若无甲主同在时，亚伯拉罕甲以撒若无甲上帝做伙，上帝讲要应允伊，但是亚伯拉罕若无甲主同在，无甲主做伙，我想伊嘛袂领受到即个祝福。当亚伯拉罕伊到迦南地看到饥荒，伊就落去佗，落去埃及。伊落去到埃及的时，伊讲：这是我的小妹，这是我的小妹啊！所以伊的某险啊，向法老甲伊拣去做某，拣去做姨太太。哇！伊的某差一点向抢去。这是亚伯拉罕伊看到家己，无看到上帝。是最后的最后，某搁幸伊，搁互伊一寡这个补偿。所以当人若是无甲主行做伙的时，看到家己，无看到上帝。拿俄米的故事，拿俄米甲路得，因为因住的所在伫伯利恒，伯利恒饥荒了，伊就去佗去摩押。摩押是啥物地？摩押是受咒诅的地。摩押的所在无敬拜上帝，而且迄个人常常得罪上帝，所以因到摩押，佮拄着饥荒，了就发生翁婿死去，了两个囝嘛挑去，陆陆续续拢过身去，这是偶然的吗？当伊佮想着家己的时，伊就甲路得，然后伊佮有一个新妇就离开伊，等于家己原来所在。所以因了后，佮倒去伯利恒，了去拄着因的亲人，因的亲族波阿斯，波阿斯带路得了后，就生大毕的阿公，所以真做耶稣的族谱，以色列的族谱的内面，有记录着路得。所以当因离开上帝的时，就拄着真大的挑战，性命真大的遭遇，亲人的过失。当伊佮倒来到上帝面前的时，上帝就佮赐福，
约拿嘛是共款，约拿上帝讲你爱顺服我去尼尼微城传福音，迄个约拿坐船是安怎？坐去西班牙去。我叫你去当，你叫佢坐船去驶，伊无爱听上帝的话，伊投降上帝，最后互赶到大海，伫大鱼的腹肚内面，伊无法度做啥物，只有悔改主啊！我承认我毋对，最后这个大鱼甲吐伫个大地顶面，了伊就去尼尼微城传悔改的信息，所以伊个传悔改的信息的时候，上帝就甲伊同在。上帝就伫伊的心中来显出伊的快乐。咱知影讲伫印度有一个德蕾莎修女做真好的工，德蕾莎修女后来天主教甲伊封做圣人，伊是女性女性第二个，第一个是真德，伊是第二个。这个咱知影德蕾莎，不过有一个苏珊，这个护士可能大家较毋知影，这个苏珊是美国。教会甲伊派去印度传福音，伊是护理宣教士。伫过去咱车会除了咱听到讲马偕宣教师啦，巴克利啦，也是甘威廉啦，也是李秀牧师啦，等等遮的国外宣教师以外，其实伫战后。有派一寡的女性的传教士，来到台湾传福音。有的是伫中学做老师，有的可能是伫病院，无一定，咱甲伊统称叫姑娘，某某姑娘，某某姑娘。有的到最后嘛是待伫台湾，南部即个宣教师的梦就有啥物姑娘，即个苏珊。伊嘛是类似安尼的身份迄种派去南印度马德拉斯即摆叫清莱伫遐传福音，伊会做护理的工作，伊护理爱照顾病人、照顾患者，伊就伫遐就美国的教会甲伊差派去。有一日伊伫遐这印度这个人比的迄个所在就是马德拉斯这整个印度的地图这个是印度迄毕业所在，迄就是马德拉斯这2010年我就是去那个地方，所以伊伫遐无小心得到热病，等他亲像不小心确诊了，我要安怎？哇，这病的人这美国人伫遮得病要安怎？毋知影袂当死伫遮紧敲电话讲因咧教会派这个护士得到热病要安怎？看会当甲送饭圆，对袂？逐拢苦劝伊，你遐休困啊！我这苏珊就坚持，要做代志，要服侍。伊讲，若无上帝的命令，我袂当停止服侍。他带病还在服侍，所以这病人就真痛，就毋知要安处理，就敲电话，紧嘞，宣告总部讲要甲伊调转来。但是呢，这个姊妹讲多谢恁的关心甲照顾。若无上帝的命令，我可要继续伫遮，伊就继续伫遐。所以后来这个宣告总部叫因兜的人讲，你甲恁祖囝讲叫伊转来。所以老爸老母就写批讲，祖囝转来我真了解你，你辛苦，你即马得病，紧转来。伊就搁写批甲伊的处理人讲，我真了解恁，真关心我，但是若无上帝的命令，我袂当走。伊阁继续伫迄个所在，后来无法度病院只好叫伊离开。了，伊就伫头壳无清楚的情形，伊就来到了印度的北边的一个村落，就是整个患着热病的人拢甲收留伫遐。伊一方面得病，一方面搁咧医病，伊就伫遐搁服侍遐个病人。伫遐服侍的病人，伊护理人员嘛。伫遐服侍嘛开始传福音呢，因为伊的积分就是传福音。后来迄个收容收容所迄个收容所的内面足侪人听着伊唱歌，祈祷，足侪人悔改信耶稣。迄个收容所就有见证，有唱诗歌，读圣经，有见证。哇，迄个痛苦的收容所后来那亲像天堂一样。
因为这个苏珊伊的牺牲，互这个所在人得到福音。伊虽然得到着病，但是讲无上帝的命令，我袂当离开。后来伊的病好啊，迄个所在的村头，迄个庄头，哇，有足侪人信主，有一半的以上的人信耶稣。所以伊会讲，虽然无人看见，但是伫印度来讲，哇，这是一个新耶基督。伫迄个所在，上帝使用这个姊妹，互北印度的所在，真侪人信主。这就是苏珊的故事。伫印度的所在，伫印度的所在安那，卫生就是安尼，用手食饭，用手食饭，也无箸，也无碗，就是一片香蕉叶，然后一碗饭，一个咖喱，然后一个什么菜这样子，就像这样子，然后吃饼，吃那个印度饼也是用手，所以伫无共款文化的差异的内面，看到这个苏珊姐妹，伊讲若无上帝的命令，袂当来离开，所以伊伫遐坚持守着上帝互伊特别的位置甲使命，所以上帝帮助伊。虽然后来去到北印度的所在，伫遐嘛开始传福音，将收容所变做一个有见证、有使命。以及听着福音的所在，所以上帝嘛欢喜甲咱同工，就是看咱家己安怎做，最后成就是上帝。所以人的心计划伊的路，但是独独耶和华定着伊的脚步。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咱做伙来读好来，人的心计划伊的路，独独耶和华定着伊的脚步。所以当咱知影讲上帝的旨意。主甲咱同做伙，甲咱同在，有上帝同在性命，咱才有胜利。有主圣神的同在，才会当帮助咱去结出果子。爱记得咱的性命是要去结出果子，这养分很重要，但是却是要去结更多的果子。你有经历圣神的同在经验无？愿上帝帮助咱。在咱的位置有基督，有基督吗？你有你的位置里，在你的位置有在基督里吗？在你的生活有上帝同在吗？愿上帝引带帮助咱同心来祈祷。该上帝，你听阮，因为主你甲阮讲，阮着爱常常踮伫你的内面。阮若无常常踮伫你的内面，阮若是亲像伫外口流浪的囝儿。愿上帝帮助阮，愿你嘛住伫阮的心内，你的话成做阮的帮助。当阮住伫你的内面的时，主你的话就进入阮的性命的内面，帮助阮，互阮伫阮生活的位置、工作的位置、教会服侍的位置，拢明主你的恩典，有圣神的同在引带帮助。愿上帝你施恩伫阮的生命内面，成做阮的瓦靠，互阮一生知影讲主你是阮的帮助。主啊，我们瓦靠你来敲找你，阮要知阮是活伫你的计划内面，互阮常常黏伫葡萄树顶面，无成做孤单的树枝，互阮成做去受主你的养分的树枝来结果子。主你帮助引带，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有诗歌咱做伙三甲来分享。你要住在我里面。你要住在我里面，我就是你的全人生。一切患难痛苦中，拯救保守你的神。你不要惧怕战兢，我必要伸手帮助你。更不要害怕，我必牵住你的手。你在幕府中我一匹明拣选了，你是属于我的，属于我的，
我是你的全能神，我要把你看为宝贝，极为尊贵的儿女。我是爱你的神，你的耶和华。你要住在我里面，我就是你的全能神。一切患难痛苦中，拯救保守你的神。你不要害怕战兢，我必要伸手帮助你。更不要害怕，我必牵住你的手。你在母腹中，在母中我已经明显显了，你是属于我的，属于我的。我是你的全能神，我要把你看为宝贝，极为尊贵的儿女。我是爱你的神，你的耶和华。这首歌翻译啊，所以这首歌的原文的意思讲，耶和华讲，我就是你的上帝，我是全能的主。伫痛苦患难中间，我要保守你。你唔免惊吓，我要伸手帮助你。你唔免惊，我会牵你的手，因为你伫巴肚内时阵，我就指明你是上帝上帝主的。全能的上帝要甲你看作宝贝，互你成做上帝的儿女。所以这条歌就讲，你要常常踮伫主的内面。这首歌你要住在我里面。这首歌请做咱的帮助。多谢牧师的正道咱来献开咱来唱回应诗，献开圣诗441首，上帝圣神引带，请起立。上帝圣神引带。主啊，为要归我路，我命困难先的好像，就给我表一样，就说的我的所属我的那给你，勇敢前进，就不动，因为他所在天空，你的基督我了天心呀，虽然老是一心脑壳，这里的有多飘动，万树里来问归有花树了么雨。用一片当年，最记得的心也美。从这住在我面前，见你笑我让心舒，因为光。小树下面问清心，在晚归那个就是
请坐，咱只来奉献，请出现的刚刚开始。咱先开这个直播哦，咱来了读经句。约翰福音15章第10节，台语读两遍哦。来，恁若点伫我，我的话点伫你，凡若所爱，恁着求，就要甲恁食。恁若点伫我，我的话点伫你。若所爱，恁着求，就要甲恁吃。约翰福音15章第7节。今仔有新朋友无？哦，来，我来报告哦。本月消息，伫咧举行9月份庆生会吼，等下互牧师来庆祝生日。第二年度查校主日礼拜结束后，本会财务组举行2020年度的账务检查，并且各单位相关的人员准备账册存齐授权哦。第三本会信的奖学金申请哦，请家己注目看一下吼。第四，张耀运长老吼，母亲吼，张希慈女士吼，8月25门主恩召享受81岁，定于9月
初六，即礼拜二下晡3点，伫个八里长乐教会举行个别礼拜，且参加的今仔日台舞礼拜后结束了后，伫个礼拜堂练唱卫诗，圣诗608首。第5，各单位请于9月25进前完成明年度东港改选，并且将名单以书面送予教务牧师。第6，9月25日下晡1点半召开9月份中执会，中执东港请有美心。第7，10月初2举行教会事工研讨会。第8，因教会未来的事工扩展，小会已决定举行教会志工训练，招募愿意参与教会外展甲服务人群的有意思的，请向干事报名。第9，每礼拜3 8点，查经祈祷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查考圣经，守望教会，彼此代祷，得力蒙福。第10，会计报告，家己注目来看吼。过来团契消息，东港中心团契9月24退休会，拜六退休会地点苗栗的花鹿农场，客有500块家属，与其他1000块木导游免费，费用早午暗餐3顿，保险甲查注吼，请报名请接洽林翠芳姐妹甲蔡文珍兄弟吼。第2，少年团契9月30甲10月初1拜5拜6退休会，地点嘉义梅山太平营区吼，会员1500块，家属甲其他可有3000块，费用包含3顿保险车资。报名请教务洪春爱姐妹吼。具体详方。这家己看吼，啊，为着辛苦病痛的吼，大家为着这辛苦病痛的来代祷哦，啊，过来总会中会教界消息，10月初1拜六上午9点，甲12点10分，台北中会传道部举行进阶长职训练会，专题长职的角色，地点艋舺教会，哦。9月18报名为止。第2，10月23、24，台北中会教社部举办一起影响新未来高龄关怀事工教会同工培力课程，地点咱罗州的迄个城里青站饭店哦，费用1000块哦。以上咱请牧师来甲咱庆生，生日。来，咱欢迎吼9月份生日的兄弟姊妹，来郭尊明副秘书、联合长乐、国祥长老春兰姐家长执事慧素姐信美、国敏兄慧美英于杰、婷宇、杰文佳音佳音在美国，来在场的兄弟姊妹请来台前来领受教会为我们预备的祝福。
咱来买背诗吼，第386首吼，天下万邦万国万民，请起立。做人了是上帝赐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被上帝疼痛圣神，甲咱正大家三个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较济。